我是来自新加坡录影师兼制片人叶小龙。今天是10月24号，2025年。我已经来到这个泰国这边，靠近这个水边这边水上市场这边有一间这个寺庙就是阿赞佑来今天很福气见到他，他跟我做刺激的经文，给我加持，保佑我一生平平安安，做事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阖家都平平安安。谢谢各位看。要拍照吗？等一下，这位就是很出名的，在哈财阿赞佑OK。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过来这边拜拜，请他吃亲，一起办。